彰化县的这人口呢，目前是120万2千多人，含2年前来比减少2万多人。这人口外移真严重，少年人想要回到故乡打拼，不过生活条件、经济发展拢会影响到因的意愿。彰化着地方团体举办活动，透过 Podcast、农村讲座等等来讨论基础政治、文化教育、就业等议题，希望少年辈做伙来讨论地方代，让更较侪人来关心参与故乡的公共事务。 少年人要选择伫都市生活，也是回来故乡。有地方团体用 Live Podcast 的活动方式，邀请青年做伙讨论公共议题。这届讨论的主题是安居成家。中华青年代表罗武洲表示，少年辈若要留伫地方发展，需要更较侪公共服务甲社会资源的支持。像我家己回来住这3年，会感觉空气足歹的，要散步嘛无通散步。你要去图书馆，图书馆内底无开冷气，因为要省电。方方面面的问题，互感觉少年人感觉讲。 带来彰化，敢若无啥物趣味，而且生活敢若会足困难的。除了大的问题，少年人要伫地方生活，嘛牵涉到工课、教育甲公共参与这个议题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届系列活动连续办2个月，有讲座、文化行搭等等，让少年人有机会做伙开讲、交换想法。有民众认为，有这款的讨论空间，对想要回来故乡打拼的少年辈真有帮助。我伫遮是看到讲，有足多人是。 想要回来厝的来做代志，因为我们以前唔知讲安怎去甲人开讲，安怎走倒去台中，变做你的人嘛是搁倒去台中啊，所以我感觉即摆的这活动是办甲足好的。部分是咧讨论青年的议题，但是阮阁有另外一部分是甲报道的有册店来合作，为即个迄铁路啊、5分仔车咧行的所在，落水溪较早甲即摆有啥物无共款的变化吼，为遮个方面去讲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透过活动除了让少年人重新认捌彰化，嘛希望会当组成讨论地方代志的社群，让更较侪人同齐关心故乡，参与公共事务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